黑白叫啥啦哦？又到过年啊，该唱歌，毋知要唱啥歌。咱旧年想无要唱歌，叫今年个安尼。安尼这无一直做咧嘛是做烦恼的呢，逐年过年咯。啊，我知。好，你唱。今年一定会好过，今年一定会好过。因为有你来做伙。你唱唔对啊啦！因为有你来做伙。今年一定会好过。你真正是想要叫我加唱2遍，因为有你来做伙，所以会好过，这个意思晓？无你我嘛真好过。这来到这个大过年咧玩家呢？听众朋友啊，怎样放出来？这个时阵是咧过年哦，这个人真要找我玩家哦。无，大家来谴责。听众朋友，毋知今仔日已经初几啊？恁钱有趁800无？拍麻雀的，拍牌的。对啊。收第二节的人是毋是趁甲安尼？趁甲落地啊，甜啊。若是有迄落出来，当摕互阮啊。我会当跪伫涂骹拍咧球啊。啊是讲你已经开工，已经辛苦伫咧趁钱的人，会当来听阮的节目，互阮的笑声陪伴你痛苦的上班。好啦，讲笑的啦，无论是上班还是放假，小编永远拢伫遮陪伴大家。你就哦，安尼就互咱继续听落去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大家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了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有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，耶！欢喜，顶一集顺哥佫转来咯。但是经过一礼拜啊，对，已经经过一礼拜，顶礼拜笑到老的，我惊听众朋友听30分钟，迄饭食拢已经笑到吐出来，所以咱爆米香，对，爆米香，所以咱互大家消化一下，真的，期待一下后礼拜安尼。好，顶礼拜讲到迄阿舅是你的启明，咱因为刚迄出，就是你迄个节目内底，其中有一集嘛，互人就是足侪人看的，真的。而且最近就是佫有一出日本剧嘛，足红的，叫做《初恋》。对，啊，顺哥你拄伫迄个节目时阵，有一集是等去找初恋的妈妈。哎呀，是哩，迄集的影片。因为这都要有为头开始讲起啦。好，因为之前我去参加友台一个节目就是去台南啊去朋友佚佗。对。因咧头家又讲，这收视率恐怖啊！这别人起无遮尔悬，这阿顺啊起有啥物遮尔悬？对。结果经过我经纪人甲因研究伊讲无几期安尼啦，这个阿顺啊气氛遮尔好，讲遮有观众缘不如咱来若有啥物机会来开一个新的这个组合。会当呢同款来紧的四个行透透，食透透，剔透透。结果研究到尾讲，拄好因拜一甲拜四，要开一条呢这个规抓的，每一天拢有，一天2点钟。哇，你睇，这个一个节目要做半点钟就歹命，佮做2点钟，真正要往生去过年时间莫讲往生快乐的过日子。我想话佮讲倒转来，咱是讲。咱做一个人基本上你若有这个功能，你千万唔通家己咧激使，囥喺厝诶无要甲人分享啦，安尼袂当。我他妈讲所有代志，人生贵在分享啊。有法度大家平分你诶快乐，安尼嘛是一种头路啊。对。因若讲因得到快乐，因诶日子嘛加足好过。所以讲我秉持着阮阿嬷诶精神继续来带大家服务啦。对。伊讲这透早5-6点都爱起来，你敢袂动诶？真正歹命。真的。我拢晚困啦。所以讨论讲好啦，安尼我好啦。早起嘛无要紧啦，为着要服务大家我愿意。所以咧讨论讲第一集要为倒开始。我讲我家人啊，咱就为台湾头开始。台湾头甲行到台湾尾，真正甲食到头，大家喜咧咧。去过的所在，即摆原本去免排队的，即摆拢爱排咧。真的呢，够合的。你讲河马头对啊。伊讲哇。迄办到头家叉甲讲手要断去啊，断你的福气啊！搭一声伊讲尤其是拜六礼拜因啥做袂赴的人啊，做袂去安尼。对大家真歹势，即摆外口配出大头20块度互大家你要等待啦，别海边先台风啦，恁小等的迄等的拢半工。结果就是为台湾头开始嘛，我等去家人了后，我就想无为我的迄个
我高中开始，对嘿我就读家人海事啊，对，嘿规定少少的吼，我搁去繡学号，嗯，吼，像我吼高中的制服啦，服，吼，迄嘿学号吼，我会记的真无简单啦，真的， 6066啊，哦，嘛好记啦好记啦我，就是吼民国66年吼读高中的啊，哦，我讲吼，阮遐期吼，所有同学吼，我咧排66名，哦，哦，我是教班的，对，教班，教班的敢若甲50个，对，我就阮即班的第16个安尼啦。哦，好，即摆就是伫咧学校吼，哇，字毋读字婆考啦啊，册拢无要读啦对，爱册皮拢掠去吼，你也去迄做发言机啊，对去写情书啦。对，哦，迄当阵就谈恋爱，哦，迄真正讲个初恋。真的，哦当时因为学校吼，甲阮女朋友因兜足近的，嗯，迄放学吼，阮兜住共阮兜住暖暖，因兜住住伫个吼，即个海洋学院，即摆叫海洋大学，对，外口遮尔，足近的，哦行路就到。对去甲因兜吼，好，册片先放下，开始食饭。哦，若暗时看我转去，佫有宵夜通我食。哦，所以呢，我甲我吼，即个初恋的因妈妈吼，阮两个感情真好，敢若母仔囝咧。嗯，所以我就想讲既然来学校啊，是毋是呢？遮离近仔我来去甲看觅一下。哦，因为我甲阮即个吼无缘的丈母吼，嗯，我安尼讲，阮某毋知生气对咧。，既然无缘，就是无斗阵啊啦。对对对，好，请你放心吼，因为我初恋的情人，即摆是别人的阿嬷啦。所以你毋通甲我计较。对即摆要话个讲转来，迄工呢要行入去条巷啊，哎哟，心肝头乒乓菜，紧紧张，刺激！我越过就要看着咯，过了10年毋捌看的吼，女朋友因妈妈究竟吼会安怎？我家己真正嘛毋知。对吼，心内无一个底底。对，好，但是呢，我手呢，赶到一个礼盒内底呢，放着苹果，希望放到遐会平平安安。哦，但行入去，伊看到我就叫我小名，对，我做囡仔有一个灵名啦，对，叫做小弟。小弟呀，来呀，啊，所以甲你封面的哦，封面迄个影片，迄个镜头，我大家看，看，真诶令我一个感动，甲一个真正诶五脏六腑吼，真正安尼拍结啦，真正诶甜甜安尼拍袂开啦。对，啊，真正咧，36结做伙，真安尼吼足感动诶，嗯就留下着呢数十年来吼，佮无等去甲看迄个目屎。对，阮即个吼，我尾嘛甲叫干妈，对，吼，阮即妈妈嘛一直望我面，你拢无等来看我，对啊，哎哟，我足想你诶哦，嗯哎呀，阿孙诶有水无，有健康无？伊嘛真烦恼，我即马所有这吼经过，伊嘛知影讲，我嘛是经过一个婚姻了后，佫一个婚姻，对但是我甲报告啦，我即马拢过得真好，囡仔呢真降载，幸福快幸乐，福快乐啦，所以即集我大家看着吼，对留下着呢，即个叫做同理心啦，对，咱过去有过去的感情嘛，对，若讲真正要人讲有缘无分，对，这嘛袂使强求啊，对，是毋是安尼呢？是哩。而且迄个廖雅书，迄个镜头，甲迄个角位，甲迄个画面哦，啊，佮有迄个音乐甲放落哦，真正迄个气氛有够好啦。听众朋友，你若想要看即段，你会当伫咧 FB 拍顺哥初恋，还是讲安尼都有啊，对，都有啊，就会当找着。迄个 YT 吼，我听嘛有。顶头拢有嘿。哦，对，毋是 FB 有人甲你加，有敢若加加迄加迄段尔加迄段，真正就有影。加你伫咧行啊，安尼，你遐闪者闪一个，伫咧门拍开安尼，小弟，对对对。真正我嘛足感动诶。真诶，阮看甲拢对咧流目屎，啊，嘿啊这时阵唱一点，You love me so much。无啦，讲笑诶，好啦，你继续啦。好，你做你问来。啊，这友台嘛是友啊，台这无，对无，我拄则讲问者，我拄则讲问者，我拄则讲问者。啊，所以找完初恋诶妈妈了后，初恋讲有就是看到这电视了，比如讲拍一个信息互你讲，哦，多谢你来看我妈妈，还是啥物？有啦。有吼，因为阮拢有共同诶同学啊。哦，较早咧学校吼，阮有4、5个，对，甲即摆拢有联络。哦，所以即个播出了后，同学伊就较好啊。哦，你拍简讯啦吼。嘿，伊我手机啊看讲无啦，转去看吼，即个长辈也是应该的啦。所以嘛讲，希望讲透过即个节目的即个意义，咱过去吼，曾经有真侪照顾咱的人，对，咱心内迄点情、迄点心，对袂当放掉的。真诶，这生生世世拢是一个温情。对。
若是有机会，转去，就是甲因说一个多谢。啊，即摆若想着，听众朋友等下节目听了，节目先听了，电话就甲卡转去啦吼。过年时爱讲听完啦，听了就趁袂济啊嘿。赶紧听完好，来换你继续。过来就是想要问讲友台节目嘛，因为伊总是迄种户外，因为疫情，所以就是停止录影差不多3个月时间。敢有因为安尼影响到你的生活，还是讲有啥物袂惯势的所在啊？因为呢，这个入这个影业界吼，已经30多年啊，所以差不多逐工拢咧上班。对啊，突然间放长假，有的毋是做学生囡仔，有一个暑假、寒假通好放，这个放这个遮尔长。因为过去几年当中吼，我嘛有拨一寡时间去台专去这个学校去教表演。但是这个较早做通识课程，通识。你这个通识课吼，上到5年的时阵，哇，伊会甲你升起来做讲师。你讲师呢，搁做，搁讲2-3年，变助理教授。所以我当时伫咱家人这个吼中优，中优，咱即摆已经变做这个演艺大学啊。伊有这个演艺班，有这个电影班还是电视班，或者是摄影的，还是讲这个广播的，真侪有关这个传播事业的这个科系拢有啦。我想伫遐已经教一段时间啊。拄好迄个校长，甲迄个系主任，去伫即个桃园的即个开南大学，去遐做校长甲主任。伊讲顺哥啊，拜托个啦，你进前咱家人合作得遮尔好，无啦，无你来遮甲我教一个。结果去教无1年，即个疫情就来啊。疫情来真济这学生啥种伫即个上课的空间啦，方法拢改变，变做线顶啊。迄个看 iPad 吼，上课。我咧想讲，当时间拢剩出来，要安怎？我这个人吼，我讲我是一个向学啦，用袂调好听哦。你若讲无实用吼，较接近我的个性，无实用啦，尻川坐袂调啦。我就是讲这个时间出来要安怎？要过去，因为学校拄好一个系要开，结果健康学院内底有一个身心灵，你的身躯，你的心，甲你的这个灵性，是毋是呢？会使来做一个研究。因为呢，我过去我是无读大学的，我这个家人海事毕业了后，我就读社会大学尾就入演艺界啊。拄即无这个机会通我去读大学。伊讲你会使申请，因为你过去你有摕到金钟奖，金钟奖这是国家教育部的教育奖，等于是这个文化部啦，等于是国家级的。所以这个教育部会甲你迄个分数会加分起来，搁加上你通识课程你已经教7-8年来啊，你有一个成绩，这个教育部会互你一个鉴定，你会使摕到这个呢同等的学历，会当去考试。就是惊你考袂了，你考会了，你一定会当读。哎呦哇，殊不知讲迄个时阵的讲迄个时间，赶紧就甲报名落啊。得呢是，得呢就是咧这个过程的这个气氛，音乐气氛啦。主要是因为阮的得呢，就是喺坐伫涂骹垫，面顶一把火烧落来。迄是晴天霹雳。对，晴天霹雳。系啊。一声雷啊，咕隆咕隆。像咱这2年的时间，我就真拍拼。因为我是会读册的人。因为我的记性，我对于真济这学问啊、教授啊，因所讲出来的物件，我非常有迄个理解性。一定的啊！你看你记遐侪大事、官事啊，搁有遐故事啊，搁有有诶无诶安尼。人讲人一般人迄个面差不多2分地啦，我即款3甲外啦。一般人的肺筋差不多6斤，我这100几斤，所以我若无好好发挥恐惊这世人生命无要放我煞。你笑甲羞咧，我提讲呢，你要带昏倒啊！你要带昏倒。袂啦。所以听讲就是伫咧这3个月的时阵，你有完成一个足厉害的3个月尔。3个月尔。我读2年半都3个月。我是讲3个月完成上尾迄个。上尾，因为你爱上课上差不多2年的时间，你要有半年的时间去做这个研究，你研究你要有对象。拄好我一个同学咧做理长，伊有一个里面活动中心，我伊讲
你甲我考人考30个来，因为呢，我要写这个论文的报告，对，我一直去查资料才知影讲马名过去无人写，对，我是要去抄上下啊，无人通抄啊，参考的资料啊，做敏感的，但是咱即摆回过工作转来啦，因为你既然要有心要研究这个课业吼，是，这个因为呢，阮迄个科系内底就是讲，第一有一个吼，叫做音乐的，对，伊迄疗愈台语安怎讲？疗愈，阮昨是讲疗养，疗养哦，咱讲疗法好啊啦，疗法，好，伊有这个音乐的疗法，对，哦，嘛有这个大自然的疗法，对，啊嘛有这个叫做精油，精油，咱树内底提炼这精油，火内底提炼精油，对，伊就是讲，伊就是为咱的这个身躯的疗法，哦，咱心的疗法，以及咱的性灵的这个疗法，都去做一个方向的研究。因为呢，大家拢知影，我咧这2年我拄好做这个吼，咱中华民国这个雅酒协会总会长，全国的哦。我毋好讲，我要推广这个石头，要安怎来欣赏石头。这个石头，你咧欣赏伊的时阵，人讲哦，一个人若无兴趣哦，足容易行地路的啦。因为你人若讲互你失望，你心内无一个寄托，真诶，你安尼想袂开喎，你就101度喎，小火车就甲飞落去啊。人生安尼懵懵渺渺，找无一个目标，也是讲无一个寄托的所在。你若有一个兴趣，你有一个足专心的一个所在，研究的所在，你就袂去黑白想啊。对，你讲人袂甲讲话我咧社会着了创伤，我安尼这失败失败，但是你若讲无一个方向，你可能就失去了斗志，甲你意志。讲人会使失败，但是袂使失望。因为你失志了后你要搁翻倒转来。要搁去做啥物代志，你就无迄个气力。对啊，所以我要甲咱所有这听友大家来分享，讲你爱找一个物件，来变做你心就是以生活以外一种寄托。你若讲收邮票啦，收一寡遐红面啊，像即摆真侪少年拢收迄迄个公仔水鸡买蒜头。就是讲。我当时就用这个思维，我有30个，到尾来报名60个，结果呢要完成迄天总共108个啦。所以我研究的迄个报告因为咱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一个压力，压力的这个牛表，牛就是咱的牛水的牛，了解，牛表，就是讲迄张就是讲咱台湾人即马你上班会痛苦袂？你去受到感情，你会痛苦袂？你会痛苦的迄个力量是上级、中级还是下级？迄个强度是安怎？是我就讲这个切情未互因大家摸石头，我来讲石头这个故事的时阵，因的心内迄个压力偌大。经过我甲因开讲，经过我将近6至8节课，迄安尼，逐工人拢吵。冤啦！规早起我一个人讲4点钟。夭寿哦！我过去我做石头的影片，因为我有一个节目叫石头落雨，石头做落雨。过来就是讲我过去到即马我捡足侪石头。我搬来现场，伊讲视觉的甲我讲，做人爱安尼爱想着讲。行为也是真行正啦，毋通安尼弯弯翘翘，等下甲我讲这来自风中，毋通懵懵懂懂。每一句我拢有押韵这连讲若有机会我就摕几本来读互恁听。我拄惊着讲连讲若有机会，等下要第3集，我就要炸石头来啊！即摆时间还有偌济，我紧来做一个收尾。袂所以讲，我就用这个方法，做这个测前甲测后，所有的研究经过。我3个博士教授，迄个鉴定，搁一个校外的，就是讲，因为到尾啊咧做这个口头的报告的时阵，你会甲伊家己的 PPT， 所有的内容爱写几本，你的方法，你的成功的案例，你有问题的案例，有问题要安怎落去解决，所有的物件甲变做一个学术的定义。因为你其实有读书甲无读书咱讲毋是讲无读书无好。有真侪人伊无读书无读遐尼侪册啊，但是呢，伊的智慧真悬，伊迄个悟力真悬，伊将伊悟力甲伊的智慧，伫生活当中透过某一种方式，互你得到你想要得的物件。但是学术呢，你去做研究，就是讲伊会变做一本册。伊内底所有人讲有系统有组织的学问叫做科学。你甲你的这个科学变做的这个结构化，
这本第一章要讲啥，第二本要讲啥，对上尾章我要讲啥，嗯清清楚楚。因为呢，做这个学问最后拢要加写一句话，咱有读研究所的朋友拢知影。伊讲我这次研究若有呢不足之处，希望呢后壁研究的人呢会当继续甲伊显化。迄就是讲，咱伫咧做这个学问会当有留一本书，互大家会当讲这个有迹可查啦。会当去现迄本书，知影你咧研究啥物物件。厉害呢，听起来使去读博士啊，去研究落去啦。我这礼拜已经去报好博士班啊。哇，真正假啊？但是呢，我等我真正有用选着，我再来报告。若无读无条，紧无咧去，就用笑一个拍领导。你这个普通讲的，生这样的。第一名毕业的呢？安尼到时阵第一名毕业的时阵，还搁来阮遮一届哦。博士迄阵还叫博士啊，迄当阵来个博士顺博士。咱讲真的啦。我今仔日来遮讲台语吼，做一摆讲遮尔多，这可能我10年来，毋捌有一摆做一摆讲遮多。安尼咱独家再独家呢，每一工拢独家，百位听无啦，听众朋友啊，各一届甲恁吩咐啊，顶礼拜吩咐过吼，这集吼一定爱甲伊公布出去、散布出去。这礼拜这集嘛是共款啊，而且咱标题就甲写讲，会当学习写论文呢，方法甲撇步安尼。好，安尼想要请问讲，今年是兔年，迄听讲孙哥拄则已经顶礼拜就讲啊，讲做者12生肖自头讲到尾啊，但是因为咱过年一定爱讲一寡好听话、吉祥话，敢会当请孙哥讲一寡就是兔年的吉祥话，互阮学习。好，这个兔年吼，其实呢，咱以这个音来讲吼。敢若呢酒啉伤济吼，无就是迄个船坐足现的吼，无就是就新车吼，要吐才会吐啦。但是这个吐的过程当中，你去想到啥物物件？我要祝福咱所有好朋友，今年呢去找到你一台上大台吐槽机。赞！这个赞！吐槽机，对吼，咱讲。迄个银票吼，胃啊一直吐出来啦，吐袂完啊！看你的迄个吼目睭咱目睭仁迄有瞳孔你再鉴定，迄是你无毋对。咱定咧讲一句话啊，钱毋是趁来，钱是人送来，因为你创造着你这世人不可互人替代的这个价值。因为别人无法度来替你啊。你因为你伫咧遐一枝独秀，大家感觉讲今仔这个工作一定要请你来，无请你来伊家己嘛讲袂过去。所以我定定最近安尼人定定讲摕规包的，放在面头前讲拜托的。顺哥啊，这包麻烦你收起啦，我这个工作有较困难啦，但是我感觉你一定做会到。所以讲你要创造你个人的价值啊，唔通去买失去。所以人主动这个吐槽机都摕来你面头前。你只要边仔有一支球下球甲压落去，现金枪就一直流出来，77737连刷。听众朋友听到这，咱今仔日过年的祝福就甲伊收到了，初五开工，祝大家拢吐槽机吐啦！赞！好，我拄则想要问一个，就是孙哥，你拄则讲你做论文的过程，我听咧，以我就是一个18岁，一个18岁学生。还是18年厝的，过年过年讲好话，就是伊就是一个就是还未读册的学生来看，我感觉讲其实孙哥你本身就是一个会当研究的对象呢。我感觉你是一个研究的文本呢。若是有人以后想讲要研究你，譬如讲甲你以早食的这，拢甲伊做一个文本，甲伊写落来，要做一个你的研究，介使。磨者磨不熟，熟者不能磨，实不相磨。阮已经互人研究做久去啊！我输啊啦！因为呢，这个全世界咱亚洲有足侪所在拢讲台语的。对。因为呢，咱这个语言互真侪朋友，包括因的学术机构会使讲这个学校教授派学生差不多来访问才200多去。200多去，我输啊啦！就是这个全台语敢若咱尔啦。这个替赛玉玲珑做一个主题啦。因为呢，因嘛咧研究讲到底呢，这个顺兄你的头壳是生歪的，为什么人拢想这有诶无诶啊？你讲当时我要去研究一个这个元宵这彩丁卖啊。伊讲我这个编剧怎写一本来讲你这本袂用诶，这本明仔载就用落去咱这个看板真正会落落来。来，我等去定写。好，我等去静心。点香。静心点香
放一个音乐，互全世界等足久的，对，嘿，等足久的音乐，全世界大家等上久的音乐是啥物音乐？什么？古琴，古琴，嘿，噔噔，一直等落去哇，是，噔，差不多，等差不多1600几年，对，哦，这个乐器甲呾，所以吼，我笑甲吐，所以这个新名，因为咱要去庙表演嘛，对，嘿，迄庙内底吼，哇，新名足济啊，所以咱就为新名写起，就讲，我就讲吼，新名，地主明天吼要做一段表演，你是毋是会发一寡灵感安尼啦？哇，第一阵瞬间就入来啊，好，彩灯卖嘛，对，坐客停车买粒钱，又一阵新名。这客人家买了钱，有阵新名，你落车，对，你落车，恁爸无载你去派出所就足加菜啊！你即摆敢要落车？第二阵愈大阵啊！垃圾又伤大声，又一阵新名。垃圾又伤大声，收音机伤大声，又一阵新名。关细音关较细声。我有想着关啦，关了，过来吼，哇！迄第三阵吼。第三题一摆来3阵啦，骹尾拢练去啦。卖牙子又3阵新名，卖牙子又3阵新名，卖牙子，对啊，又3阵哦。你讲我吼台中文系吼，我嘛无才调写这啦。对，这就是新名听这乖囝。好，伊若无我灵感，我是要写一个碗糕。七牙，甲牙子切落进去。八牙，甲牙子八互开，竖起来足好啉讲好牙。哎哟，无人拍破啊，耶！真正有够厉害，拍破音号甲切落。这就是讲吼，因为老师听乖学生嘛，恁若做一个吼，咱这个上天的子民吼，咱这个吼真好的信徒，上天神明也是讲你的上帝，你的阿拉，每一尊神明拢会来照顾你，所以讲做一个好囝，做一个好人，真德不可限量啊！这集到底是要看你切歌，还是要看你玩笑？我感觉拢会使。无紧啦，你哪加拢就无紧。咱甲伊切开，甲伊分做2礼拜，互大家期待者。因为为着要听顺歌，一直来听，咱就会唱起来。听起来袂歹，袂歹。我是足烦恼的。恁头家若听讲听煞吼，你规矩叫顺哥来讲就好啊。我嘛是安尼感觉，无头做烦恼的咧。是我才有烦恼啊，因为我无时间呢，你无要紧啊，我就即台机器炸咧啊！你看你去倒啊，才甲你60分钟。为着咱的台语吼，要来发展推广吼，我是可以的哦。好来继续。头家你有听到我过来就明年就无得咧啊！我要对顺哥去。好，有啥物问题？无啊啦，上尾就是工商服务时间，顺过咱介绍你的节目啊，是你有啥物活动啊？对啊，你新节目啊，新节目的宣传啥物啊？拢会使甲伊讲对，我就因为吼，当然这个超级夜总会已经做15外年啊，这咱吼，你上我巴上，小酒来买胖，你3地我5地吼，食甲迄个咧，大家咧看电视看甲笑嘻嘻啊！我是感觉讲吼，这个节目吼，大家继续甲支持咧。因为至少这个节目还佫有咧咱庙情，真正咱庙的文化，这个宗教的科技，以及咱的一寡生活方式，咱去甲在地，因在地有在地这个名产嘛。去甲海线食的物件，去甲山买的特产。所以讲，伫这过程当中，这个节目真重要，大家佫继续支持咧。过来呢，就是讲，我进前呢，我有一个请问吼，请问主持者，即摆已经改时间啊？为2月12开始，2月12开始，2月12，礼拜。本正呢，阮拜一的时阵是10点到12点，即摆刷哩个礼拜是8点到10点。伊收钱啊啦，时间真正我你上我马上现在敲电话来咧骂。讲对啊，我叫做少年的出发吧。少年的出发吧。少年的出发，因为我是许孝顺嘛，伊廖威廉嘛，本来若要用伊个名叫廖年的吼，廖年的出发吧，我买了，安尼咁好。我出我笑，足笑的。伊是出伊的年喎，足青年的，所以阮两个吼少年的出发吧。因为这个出发就是要行到咱每一个乡镇，希望咧透过节目的吼，足侪人来看，大家会当咧更加了解咧，咱台湾这块土地水，这块土地美食伫倒位啊，好食伫倒位啊，好佚佗伫倒位啊，真正即个吼地方的感情伫倒位啊，无咱真正恁两个今仔日互我足钦佩，恁要安尼愿意安尼吼，讲遮尔顺的台语安尼，遮认真，
这即马真侪少年啊，真侪囡仔，虽然讲学校有开即个课，但是伊讲毋是伊的一个生活方式，伊就无遐尼讲遐尼熟，通个讲较足认真诶。所以你要定定听，定定讲，所以你两个人互我钦佩，好不好？考者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过来就是讲吼，因为体彩玉玲珑的这个节目呢非常的重要，这算讲咱过去120年的大家共同的一个记忆啦。真侪人大汉安尼。真经的，我讲拄了一个80几岁讲，我买自囡仔看你体彩玉玲珑大汉。阿嬷，这上节嘛是20多年尔。你讲你自囡仔80几岁，恁同学聊天顶吼啊？你啊，人生70才开始，人生70才开始啦。安尼嘛是有道理啦。可能70才咧看电视啦。我伫遐好养吼，咱就国关市，咱即摆咧，这主管吼拄换过尔。恁嘛希望讲，这个咱这个地方有这个真好，咱台语的文化推广甲发展。希望讲咱台语的水。台语的这个角度，伊的美感吼，讲落去哇，足有感情的这个故事也好，气味也好，你希望讲要去做推广，咱国关市的好朋友吼，咱这长官吼，咱的市长、县长以及呢咱中央的这个这的这长官吼，来认同这个体彩玉玲珑。我甲彭恰恰两个人，虽然讲伊前一阵仔吼有较袂当过，但即马该过拢过啊吼，慢慢吼，希望讲透过阮两个对这项代志，咱台语的水。咱台语故事的这个传说，要安怎来吼，互大家了解。你甲阮请，阮熟安尼啊。甲阮这个经纪人吼，你拍我的名就找着我的经纪人。你来找找伊。我希望讲，大家伫个快乐的过程当中，会当学台语，会当讲台语，会当更加了解咱台湾的文化。何乐而不为之？真诶，听众朋友啊，恁若是有迄熟悉诶庙啊，是讲什么活动诶，拢会当就是拍迄孙哥诶颁奖团，去找着伊经纪人电话来表演。若真正找无，你甲小编讲，小编嘛甲你转达啦。今日真正是足欢喜邀请到孙哥安尼两集大，真正是听到要哭出来，笑甲吐出来。真经诶，我笑安怎呢？笑甲鼻水香港流吼，手会变做卡车停哇。我拄仔今笑甲流鼻，好，你较懂诶，你较懂诶。我无流鼻。咱先讲连讲就是博士毕业诶时阵，就要来好消息。好，安尼做你卡来。无问题。好，安尼今仔节目嘛差不多啊。多谢孙哥，要孙哥休困啊。多谢，感谢大家。好，来收尾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出名人，请就问，来请问，多谢大家努力。赞赞。